这群轻度精神康复者伫永华社区复健中心，每一天透过无同的课程，亲像安排大工，嘛是职能治疗的一部分。特别伫迎接圣诞，中心嘛甲台南市市立时尚美学管理协会以及静心花艺设计合作，应景家己手工精油做的制作，希望透过香氛甲手做的体验，互伊会当专心有成就感，甚至进一步发展成因专属的伴手礼，会当家己趁食。我们期待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可以让我们的学员一边体验，然后一边抒压，然后作品的完成也可以让他们提升一些自信心还有成就感。那透过这个活动，我们也期待他可以学会制作精油的技能。那未来我们可以在做好的作品呢，我们也会到义卖活动去销售。透过我们中心来这边写计划，我们也会协助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来做做怎么来做行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们政府所规划的一个劳动部的职人课程。对精神康复者来讲，加出户外甲社会接触，增加人群互动，拢有帮助改善镜头。所以建平里长嘛邀请因来社区清洁环境，来摆摊义卖，希望一步一步摆脱社会对因的刻板印象。他们每个月都会固定的时间来做我们那公园的一些清洁打扫哈，那更多户外接触，那跟一些陌生人有所接触，不要在心里都压抑在心里。所以说，他们能走出户外接触人群，那对他们的病情一定会有所改善。当时我说用这个心态来跟他们那个复健中心做一个配合。李老师指导学员第一摆体验完成的作品的美术专业，希望有机会一步一步加入政府的职业训练，更加精进，达到稳定就业。会中也邀请因来参与圣诞表演，提奖品，提前度过欢乐的圣诞。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